全廣東最敢起名嘅餐廳賓州大四喜酒樓，老細叫賓州強啊！哦，張老師你好，強哥係真人喎，真係嗱，睇到啊！賓州強哥，點解要起呢個賓州大四喜酒樓啊？哦，我哋由細我哋順德佬咧，由細至大要你玩醉拳練醉拳，跟住咧，咁啊啲人誒冇着衣服，咁啊練住個玩住咯，賓州仔咁佢叫做老偉強，咁啊啲人改做賓州強咁啦。呢個係賓州同大四喜註冊商標，嗱賓州大四喜，賓州大四喜商標註冊證啊！你本身係邊度人咧？我係順德拿樓人，未讀本書，小學未畢業，我已經出嚟做啲飯。賓州呢兩個字咧，其實有冇話其他嘅解釋咧？因為我嘅解釋係賓咧，奔向四周，同我哋嘅順德嘅美世界美食之都。咁你主打咩菜咧？係唔係牛鞭啊、狗鞭啊、馬鞭啊呢啲？我專做呢啲，我主打係賓州醉蟹。賓州醉蟹裏邊都冇賓州噶喎。冇㗎，呢度係個名稱，即係佢係點樣做嘅咧？用幾廿種藥材攪埋一齊，整咗廿幾年㗎呢個。就係賓州強整嘅醉蟹叫賓州醉蟹。強哥，你知唔知賓州呢個詞係點嚟嘅？咁啊唔清楚喎。嗱，呢度有兩隻雀仔啊嘛。其實賓州咧最早就係蒙古語，表示雀仔嘅意思。因為以前咧元朝啊，蒙古人統一天下啊嘛，咁啊成個中國咧都要學蒙古話嘅，所以喺蒙古話裏邊咧 ，Bonjour 啊，即係表示小鳥雀仔。粵語咧就保留咗呢個講法啊，就代表小朋友嘅嗰個位置。係。